你哋可唔可以接受兩頭婚呢？啱啱呢度有個女仔，香港人啊，爹哋媽咪咧都係做生意嘅，屋企好有錢嘅喎，仲係獨女，今年咧27歲。佢嘅要求竟然係可以揾一個可以接受兩頭婚嘅男仔。喺呢度咧，同今日介紹一下同埋咩係兩頭婚咧。就係喺雙方結婚之後咧，男嘅唔需要俾彩禮同埋準備婚房，女嘅咧都唔需要俾嫁妝，雙方咧但係保持原生家庭親密嘅聯繫，即係領完證後咧，男方住婆家，女方住娘家，以後咧各自贍養自己嘅父母，生一個細路仔咧，一個同爸爸姓，一個同媽媽姓，財產繼承咧都係一樣嘅，邊個繼承邊個家裏嘅財產。我問佢點解想要兩頭婚啊？佢話佢而家啲家庭咧已經生活咗20幾年啦。如果離開嘅話，一時之間非常捨唔得噶嘛。二來咧，如果結婚之後又要伺候公婆啦，驚有婆媳矛盾啊嘛。我問佢點解你唔直接揾上門女婿啊？佢話佢屋企係做生意，資產過億啦。如果揾上門女婿咧，驚人哋係沖佢啲錢嚟噶嘛。即係我問咧，咁如果除咗兩頭婚之外，對男方仲有冇其他要求咧？佢話只要對方生得乾淨清爽咧，人品好，大學性學歷咧，有修養就得咯喎。符合佢要求嘅男仔啊，你哋可以接受兩頭婚咩？